咱为着今仔日咱会当三甲做来做礼拜，来感谢主，也为着明传兄的报告为着少的传道要来正道，为着敬拜团要三甲做伙来服侍，也为着属下的兄弟姊妹来祈祷，也求上帝赐福，也保守看顾，互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真正伫上帝引带内底。咱伫这段时间分别为圣，咱着透过这所有的过程，包括伫奉献、伫领受祝祷的时阵，拢是伫主的面前，真实用着心灵伫真理内底来敬拜。咱所以为着这个礼拜来祈祷，为着咱家己诚侪芳芳的祭献予上帝，咱三甲做开声来祈祷，请。圣在，圣在，圣在，全能的主上帝，唯独你伫你的圣殿当中，万民拢应该伫你的面前恬静落来。上帝毋是互外口的物件继续来伫阮的心肠内底伫遐滚假，也毋是互外口的物件将阮的心思意念来夺去。我的上帝，我的主，你讲时候就到了，今仔日正是这个时刻，敬拜你的人。就爱用着心灵，用着伫真理内底来敬拜。爸上帝，你讲只有伫照你所吩咐的方式，当阮进入到你的院，当阮学了进入你的门，学了感谢来入你的院的时阵，阮着真心，阮着用着真理，阮着伫诚实，阮着伫心灵内底的真理内底来敬拜你。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啊，仰望你伫阮当中来引带阮。主，我要伫这所在讲诗，对着入这个门的时阵，你就是主；就是出门的时阵，你搁较是主。帮助阮，引带阮，了解主你体贴阮的苦情，因为你万事拢受过试探，总是你毋捌犯罪，所以你会当了解阮的苦情，会当明白阮的心。所以，互阮会通伫你内底，甲你三甲同行，用你极大的能力甲慈爱扶持阮，借着你的圣经里耶稣基督洗净阮一切的罪过，佮切恳圣灵伫阮的心中，互阮内面迄个听主的气力，佮再一届刚强起来。感谢主，互阮会通伫你的殿中来敬拜，将阮每一位对着祭祀。到至悬，对着无看到的，到有看到的，所有一切服侍，拢对着心灵内底来献予主，来尊荣你的名，独到你堪受一切恶乐敬拜。感谢祈祷，恳求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下面时间，咱请明传兄来报告。兄弟平安。消息报告：第一，教会增送2023年度月历，每一个家庭为一个单位增送一本，请有需要的家庭伫主日崇拜后到招待所来登记领取。第二，对今年11月初5到明年的3月31日止，每一个礼拜日上午9点20分到下晡2点30分左右，本会借出地下室，予非力团契，就是聋哑人的团契来使用。到时非力团契会对咱的教会后壁门出入。感谢兄弟伫主内的听甲着接纳。第三，11月20日，今仔日暗时7点半，孟德尔颂神曲以利亚伫台南文化中心演出，敬邀兄弟同来领赏，请至招待所取票入场。第四，11月27日。下礼拜日将举行年度执事改选，请各位兄弟守望大道，求主兴起同工，同心侍奉主的教会，
候选名单公布伫教会公布栏，敬请参阅。若有误植也是祷告，请知会牧师或者是伫我即事更正。第五，圣教会南部教区伫12月初3礼拜六下早起11点至到下晡5点，举办来家走行圣诞市集，地点伫嘉禾村活动中心广场，欢迎兄弟一同前往参与。详细请看参看公布栏。第六，教会2022年圣诞特别聚会表刊伫周报第6页，请兄弟自行参阅。欢迎邀请亲友参加，并且为逐样聚会祈祷守望。第7，12月25圣诞主日将举行洗礼式，愿意接受洗礼的，请向牧师报名。已经报名受洗，人从间补充报告。以上报告，敬拜乐请敬拜团。大家平安，欢喜来到主的面前，阿门。我的心啊，咱着爱称颂耶和华，耶和华我的上帝啊，你为至大，你也尊荣威严做啥？上帝，
有时阵咱会感觉讲，我信耶稣真最好，因信称义。总是呢，咱搁认目注入伊内面，咱请圣灵来开启咱对真理的认目，咱搁欢喜，咱上主耶稣，我欢喜。上主耶稣。阿门。咱要伫享受天顶的敬拜。圣经讲这个欲尝天恩的滋味，常常敬拜时阵，互咱会当去学习。有一日，咱嘛伫天顶，甲所有正道长老三甲敬拜伫天顶。天上地下，万物都要敬拜，欢喜跪拜，万口都要颂扬。哈利路亚，赞美万王之王，何等荣耀，你是何等荣耀。哈利路亚，赞美万王之王，尊贵，你是何等尊贵，永王。天上地下，万物都要敬拜，欢喜跪拜，万口都要颂扬。哈利路亚，赞美万王之王，何等荣耀，你是何等荣耀。哈利路亚，赞美万王之王，何等尊贵，你是何等尊贵，君王。哈利路亚，赞美万王之王，何等荣耀，你是何等荣耀。哈利路亚，赞美万王之王，何等尊贵，你是何等尊贵，君。哈利路亚，赞美万王之王，何等荣耀，你是何等荣耀。哈利路亚，赞美万王之王，何等尊贵，你是何等尊贵，君王。天上的君王，愿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好像围绕在你的宝座面前，继续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万王之王，何等荣耀，你是何等荣耀。哈利路亚，赞美万王之王，何等尊贵，你是何等尊贵，君。哈利路亚。
唯有靠着他的名，我们可以到天父那里去。也唯有靠着他，我们才能够得救。耶稣的名，耶稣的名是使我们得救、得着罪得赦的保险。我们感谢神，引领我们到天家，与他相聚的那一刻，何等的盼望，何等的渴慕。圣灵，我们在这里聚会，我们也恳求你来成为我们的安慰者、引导者、劝勉者。哈利路亚，谢谢。圣神，我请你来。圣神，请你来，充满我的心，光芒来照阮你，更加认识你。圣神，请你来。改变我的心，予我看你，予我听你主爱的名声音，我呼求圣洁，圣洁我救主。诚心请你来，充满我的心，愿我的心归你，更加认识你。诚心请你来。改变我的心，予我看你，予我听你主爱的名声音，我呼求圣洁，圣洁我救主。我敬拜你荣耀，荣耀，荣耀我救主。我呼求你圣洁，圣洁，圣洁我救主。我敬拜你荣耀，荣耀，荣耀我救主。我呼求你圣洁，圣洁，圣洁我救主。我敬拜你荣耀，荣耀，荣耀我救。我呼求你圣洁，圣洁，圣洁我救主。我敬拜你荣耀，荣耀，荣耀我救主。咱个拜一拜，承认耶和华是咱的上帝。耶和华，你
是我的上帝，我的心上有你的名。你是我的盾牌，是我的眼光，都是乎我靠仰望的主。虽然对着威胁攻击我，你力量将我无惊在害。你是我的上帝，是我的沃克，你同在，予我完全实现。耶和华，你是我的上帝，我的心上合了你的名。你是我的盾牌，是我的眼光，都是乎我靠仰望的主。虽然对着威胁攻击我，你力量将我无惊在害。你是我的上帝，是我的沃克，你同在，予我完全的胜。这是咱的信用告白，是逆境是顺境，你拢是我的上帝，因为你的安排总是美好。上帝啊，你的牛戆总比人较聪明啊，所以我承认你是我的上帝，引带我行义的路，总是有对顶环境会无顺遂，总是你为阮排解，你予阮会当赢过受到一切攻击甲乞笑。讲到伊上帝伫倒落，你的上帝伫倒落，就是了线尾，阮总是拢袂当看见你是全世界的王。虽然对着威胁攻击我，你力量将我无惊在害。你是我的上帝，是我的沃克，你同在，予我完全实现。虽然对着威胁攻击我，你力量将我无惊在害。你是我的上帝，是我的沃克，你同在，予我完全实现。我要来上个讲，你是我的上帝，是我的沃克，你同在，予我完全的胜。哈利路亚。阿门。耶和华，你是阮的上帝，你赦免人的罪，你医治人的病痛，你用喜乐的油膏我伤心的灵魂，你用你永远的疼痛赦免阮、疼惜阮，这个将是出现的人。在阮伫地面上行开的日子，因为得望你的恩典。所以，阮得到如今，犹原会通伫你的圣殿内底徛起服侍。阮将一切颂赞尊荣归乎你。阮来仰望你，因为你的话语是阮大细的盾牌。你照顾阮，你予要食的有粮食，你予求告你的人得到平安。因为你甲阮同在，阮就无有欠亏。你是主，是上帝，愿一生的年日伫你的手中，愿一生的年日得你的恩宠，愿一生的年日要对你得到愿奖，也只有伫你的内面，阮才会当得到愿奖。耶和华继续恩宠阮，互
阮的心归向你，互阮的眼目注视伫你的身上，互阮的脚步行伫你公义正直的路上，通到伫迄一日，阮甲你见面的时阵，通对你得到称赞。愿同心伫主的面前恳求、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三个做伙来上读新的诫命。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鼓。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分头。我用新的诫命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阿免。啊，这请坐。大家咱来读上帝话启应文。我来读启，兄弟来应。好的时阵，三甲来上读上帝话。毋通为着活命来忧虑，食什么，啉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活命无赢过啉食吗？身躯无较赢着以上吗？恁看天顶的飞鸟，也无种，也无收，也无积住伫仓库内面。恁的天父还阁饲活伊。恁看迄个天顶的飞鸟，也无种，也无收，也无积住伫仓库内面。恁的天父还阁饲活因。我来，恁无比飞鸟贵重较济吗？恁想野地内面的百合花，怎样生长起来？伊也无落苦，也无芳势。当时我甲恁讲，就是所罗门着荣华的时候，伊所穿戴的，也无真像这花的一蕊呢。恁着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这的物件拢要加互恁了。所以毋通为着明仔载忧虑，因为明仔载自有明仔载的忧虑。一日的难处，一日来当就到了。阿门。咱请少位传道来为咱今日证道。各位亲爱兄弟，大家平安。感谢上帝的恩典，甲疼痛，互咱会当过一摆，伫礼拜日做伙组织，伫礼拜堂当中做伙来敬拜。请咱同齐来掀开今仔日咱所要上读的经文，会当来掀开周报第4面，也是咱有查圣经，咱会当来掀开圣经。今仔日咱所要分享的经文，记载伫撒迦利亚书旧约先知当中的撒迦利亚书第3章的经文，第3章第1节到第10节的经文。现着，请咱着同心做伙来上读这段经文，请。天使阁指互我看，大祭司约书亚徛伫耶和华使者面前，撒旦也徛伫耶稣亚的正边，甲伊作对。耶和华对撒旦讲：“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竞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敢毋是对会中拄出来一支柴吗？”约书亚穿着雾灰衫，徛伫的面前。使者吩咐徛伫面前的讲：“恁着爱脱去伊污秽的衫。”佮对约书亚讲：“我互你脱离罪恶，要互你穿上华美的衫。”我讲：“爱将洁净的冠冕戴伫伊的头壳顶。”伊就甲洁净的冠冕戴伫伊的头壳顶，互伊穿上华美的衫。耶和华的使者伫边仔徛咧。耶和华的使者，佮甲约书亚讲：“
万军的耶和华安尼讲：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会当管理我的家，固守我的言语。我也要予你伫这徛你的人中间来往。大祭司约书亚，你甲坐伫你面前的同伴，拢着听，因是最掉头的。我要予我的仆人大密发出，看啊！我伫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伫一块石头顶面有7个目睭。耶和华万军的耶和华讲：我要亲自雕刻这个石头，并要伫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当迄日，恁逐人就爱请厝边坐伫葡萄树甲无花果树下面。这是万军的耶和华讲的。阿门。咱圣经读到这，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听从阮的主上帝，你是万军的耶和华，你伫阮的活命当中引带阮，用你的天使、天军来四围安营保护阮，互阮的活命会当伫你的保护当中，伫你的真道当中来成长。最后，阮真正感谢你，因为你听从阮的缘故，你赏赐互阮有你宝贵的话语，借着过去的先知伫当中传讲你的话，互阮嘛伫当中会当领受上帝你的道，阮就知影要怎样来对你来行。主啊，求你亲自显明你的启示，互阮听会当明白，互阮会当伫你的话语当中找到迄条道路，阮会当当心来跟对你。阮感谢主，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仔日，咱所要分享的经文记载伫旧约先知书当中的撒迦利亚书。伫旧约当中呢，咱要来读先知书的时阵，咱拢爱先倒来看，伫先知当中，迄位先知当伊迄个时阵，伊的背景是啥物？若无，咱若是读每一卷先知书吼，咱看起来。可能拢共款，拢是上帝咧审判的话，拢是上帝咧责备以色列人的话，拢是上帝咧警戒以色列人嘛，叫因爱安怎行。若是咱看每一个先知书，咱可能看起来差不多的内容，但是呢，咱若是倒来看，伫伊的背景当中，咱就知影，伫以色列人无共款的时期，上帝对因讲啥物话？伫迄个时阵。因怎样来领受上帝的道？这咱较会当了解伊宣讲的信息背后伊的意义是啥物？撒迦利亚书甲另外一卷册叫哈该书拢是伫以色列人被掠归回的时阵，就是以色列人当因分做南国甲北国并且呢两个国家拢受外邦人来毁灭，所以呢因着受被掠。去到伫迄个外邦的所在，伫遐来生活。后来过了一段时阵呢，上帝佮引带因倒来到伫耶路撒冷来徛起来生活。因倒来到伫耶路撒冷的时阵，伊就必须要伫当中登起伫因当中即个城市、即个城墙、即个圣殿。所以撒迦利亚书佮哈该书拢是伫迄个时阵，迄个时阵这两位先知伫当中来对百姓讲话。哈该书的信息重点是伫劝勉百姓爱登起这个圣殿，也就是伫硬体的设备当中，爱复兴对上帝的敬拜。今仔日咱所要分享的撒迦利亚书，伊的信息是重点是伫复兴百姓的属灵的活命，也就是人的生命是软体的部分。要带予这个归回的百姓对未来有盼望，因为因是已经经过真大的苦难的一群百姓，所以伫因当中，因必须要对未来有盼望。撒迦利亚书伫当中，因着带来
互即个被掠归回遮以色列的百姓，互因知影未来上帝要怎样引带因来行。伫顶2礼拜阮有机会参加一个线顶的讲座，是伫即个美国一个真有名的作者叫做杨飞利。伫杨飞利伊的讲座当中呢，伫线顶伊就咧分享伊的故事。分享伊的故事的时阵，伊讲到一个真特别的代志。虽然我去网络顶面查无即个资料，但是我就相信伊讲的是真的。伊讲到一件代志，伊讲过去伫英国捌做过一个调查。英国伦敦因捌做过一个调查，就是对所有遮的年长者来做一个调查，讲因上怀念的时间，伫因活命当中，因上怀念的时期是啥物时期呢？遮的伦敦的遮的年长者，因就回答大部分是比例上悬的，因讲因上怀念的时期，就是伫战争的时期。伫第2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当德国的军队来用炸弹来轰炸遮的伦敦的时阵，因讲迄个时阵是因上怀念的时阵。为什么呢？因为迄个时阵，因是规个国家全国是上团结的时阵，因为因无对内部无搁再有纷争，因是上团结，就是因对着外口的遮个敌人，因是专心要来对抗遮个敌人，所以这嘛是伫迄个时阵，是因的属灵的活命是上坚强的时阵，因为借着信仰的力量，会当甲因团结起来，会当互因会当同心做伙来面对因国家面对的苦难。所以当我听到即个代志的时阵，杨飞利伫迄个时阵，伊就讲。若是等30-40年，也是40-50年以后，若是有人去到乌克兰伫当中来问讲，哦，恁遮的年长者什么时期是恁上怀念的时期？可能有一寡人会讲，哦，就是当俄罗斯来攻击因的时阵，因为当伫迄个时阵，因同心做伙来面对因国家的目标，因国家有一个同款的目标。当我听到这个分享的时阵，我的心内面就想到，伫以色列人，当因被掠归回的时阵，因国家已经灭亡啊，所以因去到伫外邦国家徛起，后来因倒转来，其实因倒转来，因必须要有同款的目标，伊无应该搁伫内部搁有真济彼此的战争、彼此的伤害。因爱伫当中有同款的目标，上帝就伫当中借着先知的话来引带因明白爱怎样来对上帝来行。所以伫撒迦利亚书当中，一开始就用8个异象要来传讲上帝的启示。今仔日咱所要分享的第3章的经文是撒迦利亚书当中第4个异象。第4个异象，这个异象呢，讲到一个人叫做大祭司约书亚。大祭司约书亚，这个约书亚呢，甲迄个引带摩西的继承人，就是引带以色列人进入到伫迦南地，迄个约书亚是无共人。虽然这是伫异象当中看见的人，但是是真正有这个人。伫以色列人当中，真正有这个人，就是伫因被掠归回的时阵，因是因的领袖其中的一个，就是要引带因倒转来到伫耶路撒冷的其中一个领袖。伊的代志嘛，记载伫以斯拉记也是尼希米记当中，拢讲到。但是伫当中，伊讲到迄个人叫做耶稣亚，就是耶稣的迄个耶稣亚。伊的意思是卖甲迄个约书亚有迄个爱分辨和清楚。所以伫当中，即个大祭司约书亚伫当中，互撒迦利亚看见即个异象，这就代表讲约书亚是代表规个以色列人。约书亚是代表规个以色列人。约书亚的名字意思就是上帝拯救。
上帝拯救。耶稣的希伯来文的英文的名字也是上帝拯救，也就是约书亚的意思。所以约书亚就代表规个以色列人，代表上帝要来拯救因，并且伊有一个身份是大祭司。大祭司的意思，伫迄个时阵就代表约书亚代表以色列人啊，大祭司的身份就代表上帝起初对以色列人的呼召。伊拯救因的目的，就是要来做祭司的国度。这就是伫出埃及记当中，咱所看见的这段经文。上帝伫西奈山当中，甲以色列人立约的时阵，对因讲：恁着爱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就是上帝甲以色列人立约的时阵，互因有这个命定。互因知影，恁未来恁爱怎样成做一个侍奉上帝、服侍上帝一个国，服侍上帝一个国，是互众人会当看见恁这个国家是完全降服上帝、顺服上帝，并且服侍上帝。所以伫当中，咱就会当知影，当这个异象上重要的意义，就是上帝要来复兴以色列。重新成做一个祭司的国度，成做一个侍奉上帝、服侍上帝的国度。伫当中，咱就来看撒迦利亚书第3章第2节经文是讲到耶和华对撒旦讲：撒旦啊，耶和华即比你，就是竞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即比你。这毋是对会中抽出来一支柴吗？这是啥物意思呢？这就是咧讲到上帝对撒旦讲，约书亚就是对火中抽出来一支柴。这个意思就是，咱若咧起烘肉咧起火的时阵，咱就知影火咧烧啊，但是安那一定有一寡柴是安那是无烧着的，所以就伫当中对火中抽出来。这个可能有烧着一寡，但是还无完全烧去。所以，就抽出来一支柴，就代表讲哦，这个虽然有烧着啊，但是安那，但是还阁会当用。这支柴还阁会当用。所以，这句话就变作是以色列伫因当中一个真重要意义，代表以色列咧经历上帝的管教之后，得到上帝的怜悯。以色列得到上帝。经历上帝真严厉的管教之后，伊得望上帝怜悯的恩典。这代表以色列是伫经历审判了后，就是因的国家灭亡，因受掠去到伫外邦的所在，这个审判以后，因得到上帝的怜悯，还阁会当尊留因的活命，阁会当倒转来到伫耶路撒冷来徛起。也就是讲，上帝伫这个异象当中，爱互以色列人知影，过去因的祖先，因是怎样离开上帝，所以受到管教。但是即马现今这代的以色列人，爱互上帝来复兴，重新恢复因祭司国度的身份甲使命。这就是伫这个异象当中爱甲咱所讲的代志。所以，咱就对头来看，这个异象的描述是啥物呢？这个异象一开始的描述是讲到撒迦利亚讲天使指互伊看到一个异象，就是大祭司约书亚徛伫耶和华的使者的面前，撒旦嘛徛伫约书亚的正边，甲伊作对。这个作对的意思。伊原本的意思就是控告约书亚，控告约书亚啥物呢？经文当中无甲咱讲，这就是亲像一个法庭的场景，就是讲咧法官咧审判的时阵，哦，上帝就是法官，安那原告就是要告人的迄个人，就是安那，就是撒旦，受告的迄个人就是约书亚。伫当中，撒旦要告伊啥物呢？经文无甲咱讲，但是咱看后壁经文，咱就会知影。第3节的时阵，讲到约书亚穿着雾灰衫，徛伫使者的面前。咱看到即句话，咱就知影，撒旦咧控告的意思是控告安那
为什么约书亚徛伫上帝面前的时阵是穿雾灰衫？咱若对旧约的圣经、旧约律法有了解，就知影祭司若是要来到上帝面前来侍奉上帝的时阵，一定爱安那，爱洗身躯，爱自洁，爱穿即个真水的衫，徛伫上帝面前。但是即个时阵，约书亚伊是一个大祭司，但是伊是穿雾灰的衫，徛伫上帝面前。咱就会当理解。撒旦伫即个时阵，伊控告约书亚，伊控告伊讲安那，伊穿污秽的衫，伊不配来侍奉上帝，伊不配来服侍上帝。咱就知影，即个污秽的衫，就是代表以色列人的罪，就是因的罪，因无法度家己将因的罪除掉。因过去就是因为因无顺探上帝的道，所以伊安那，因的罪恶较遭受到，互因国家灭亡。所以撒旦伫即个时阵，伊的控告是安那？是事实。伊的控告是事实，是完全安那？完全合乎律法的。因撒旦伫即个时阵，伊无讲白贼。虽然伊定定讲白贼，但是伫即个时阵，伊无讲白贼。约书亚若是穿污秽衫，的确是无法度不配来侍奉上帝。约书亚以色列人确实是有罪的。因无法度靠着因的能力，会当来甲家己来洗白。但是上帝嘛知影，即个法官嘛知影。但是即个法官，即个上帝呢，伫即个时阵，伊毋是当场就判约书亚伊有罪，伊是爱安那爱改变改变约书亚。伊讲，既然你讲伊是有罪，安那我就来洗除伊的罪。所以伫即个时阵。耶和华的使者就吩咐徛伫面前的讲：恁着爱脱去伊污秽的衫，恁爱脱去伊污秽的衫，佮爱安那，佮爱互伊穿上即个花美的衫。后来撒迦利亚佮讲：哦，爱将洁净的冠冕戴伫伊的头壳顶，因着照安尼来做，甲约书亚污秽的衫脱去，佮为伊穿上即个花美的衫。好，并且呢，佮将即个祭司的冠冕、洁净的冠冕戴伫伊的头壳顶，互因知影讲，上帝愿意赦免你的罪。虽然撒旦讲哦，无你是有罪，无毋对，你是有罪，但是安那，上帝愿意赦免你的罪，互你真心做一个祭司，会当来侍奉上帝。对安尼，咱就知影，无毋对。伫遮撒旦的控告是事实，伊讲你是犯罪，你是误会，你袂当来侍奉上帝。但是上帝伫遮对约书亚的回应是：我拣选你，是爱互你离开罪恶，正做圣洁，互你有缘会当来服侍上帝。这确实上帝伫当中爱互伊的，爱互约书亚经历的代志。这个时阵，咱就知影，上帝爱洗净、赦免以色列人的罪。上帝的心意，伊就是要来洗净。上帝伫这个时阵审判，因毋是要来定罪这以色列人。上帝这个时阵的审判，是爱来洗净、来赦免以色列人的罪，互因有重新开始的机会，会当重新来做祭司的国度，侍奉上帝。伫即个当中有3个动词，就是安那脱去，佮亲像，佮戴伫头壳顶。这3个动词呢，拢是安那，拢是上帝做的。上帝借着耶和华的使者来做的，毋是约书亚家己做的。伊家己无法度做会到，伊无法度洗除家己的罪，伊无法度家己亲像即个衫，是安那，是上帝互伊有一个完全。更新的画面，咱就知影讲，咱的画面敢毋是安尼嘛？伫过去即礼拜4的时阵，我有机会来去到伫迄个台南新教会伫当中有一个特别的聚会，因邀请到美国即个牧师叫做 Bill Wilson 牧师，伫
伫当中来分享伫伊活命当中的见证，并且分享伊是怎样伫即个世界当中来做上帝美好的工。伫当中即个 Bill Wilson 牧师，伊是伫迄个时阵是迄个大都会国际儿童事工，伊是专门做儿童的事工的。但是呢，虽然因的总部是伫美国，是伫纽约，但是伊是做到伫全世界。因的目标就是爱去到伫全世界，互全世界拢会当有儿童主日学会当来伫当中。所以因目标是安尼，伊就来讲到伊过去的生活。为什么伊有即款的目标？为什么伊有即款的使命？是因为安那？当即个 Bill Wilson 牧师吼，伊12岁的时阵，伊还阁真细汉的时阵，伊的妈妈就离开伊。伊的妈妈甲伊带到伫街路上，就甲伊放伫遐，伊就离开啊。伊就伫即个街路上，就伫当中，伊咧等伊妈妈3暝3日，等无到，等袂到，伊妈妈来接伊。伊妈妈甲伊完全放散，但是伫这3天当中，所有的人经过伊，拢无停落来，只有一个人经过伊的时阵，伊停落来。伊讲，这个人是一个真平凡的基督徒，真平凡的基督徒。平凡的基督徒可能意思就代表讲，就是一个伫教会当中固定参加聚会一个兄弟安尼尔，但是伊无讲到伊是一个牧师，还是讲伊是一个长老啥物的，伊就讲伊是一个真平凡的基督徒。伊就经过的时阵，伊就停落来，就看伊，就问伊敢有需要帮助。后来安那，伊就互伊有一寡物件会当食，并且伊个安那，佮赞助伊，互伊会当安那去参加教会夏令营。所以就是伊赞助伊去参加教会夏令营了后，伊就去到伫夏令营当中，第一顶的牧师咧讲道的时阵，伊就咧呼调讲，若是即个时阵，你愿意接受耶稣成做你活命救主，请你就来到头前。这通常伫夏令营的时阵，拢会安尼做。伫迄个时阵，即个表牧师伊就听见即个呼调的时阵。伊就感觉讲，伊心内面对家己讲的话是安那？我是一个无人疼的囡仔，我是一个无人爱的囡仔。但是安那，上帝，若是你愿意接受我，我就将我家己献互你。因为迄个时阵是完全，伊的身边无人要接受伊啊，无人接纳伊啊。当迄个时阵，这位上帝出现伫伊的面前，所以伊就来对上帝讲：上帝啊，若是你愿意来接受我，我就将我家己献互你。就伫迄个时阵，伊的活命改变啦。伫这当中，这个 DM 这个是伊迄个聚会的 DM 吼，伊就讲安那，迄天呢，伊将伊家己的活命献互基督。迄一天安那，世界大角落会几千万的囡仔的活命嘛，因为安尼来改变。当这个比尔牧师伊愿意伫迄个时阵接受耶稣，伫迄个时阵，就是这世界几万的囡仔活命会当改变的开始。我要讲这个故事，我是爱甲大家分享的代志是，撒旦会对咱讲话。撒旦会对咱讲，你是无人疼的囡仔。撒旦会对咱讲，无人要接受你，你无价值，你活伫这个世界当中，你无价值，你要来服侍上帝，你哪有可能？你无路用，你啥物拢袂晓，你哪有可能会当来服侍上帝？这是撒旦会对咱讲的话。但是咱知影，上帝予咱有机会。上帝的救恩，就是爱互咱明白，咱过去的活命虽然是犯罪的，是误会的，但是安那，咱需要拯救。虽然咱的活命是误会，但是咱需要得到上帝洁净。
咱无法度靠着家己的能力，咱会当来拯救家己，但是咱会当靠着上帝来引带咱重新开始。上帝会当改变咱的活命，就是脱去旧的衫，穿上新的衫，成做一个新造的人，恢复伊起初创造咱的荣美。以弗所书伫当中，保罗就是甲咱安尼讲，就是爱脱去恁早前行为顶面的即个旧人，并且佮爱安那将你的心志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爱脱去你过去的活命，爱穿上即个新的活命，是上帝所赐予你的活命。即个新人是照着上帝形象来做的，有上帝真理的仁义甲圣洁。这就是上帝的竞选，毋是咱选择上帝，求伊来改变咱。咱的信仰毋是咱选择上帝，讲上帝啊，我需要拯救，我即马来找你，求你来拯救咱，毋是安尼哦。咱的信仰是上帝去找到迄个踮伫误会罪恶当中的咱，上帝亲自来找到咱，并且伊来要来拯救咱，伊伸出伊的手，要来引带咱，赐予咱有一个新的活命，互咱会当重新开始，会当为伊来活。是上帝竞选咱，毋是咱来竞选上帝。是上帝竞选咱，伊较互咱有即个机会。后来，咱伫即个异象当中，咱会当看到撒旦就无搁再讲话啊！伊原本的控告，伊是咧控告以色列人有罪，无毋对，伊的控告是事实。但是上帝马上就赦免因的罪，互因搁会当来服侍上帝。撒旦伫当中，伊无能力来对抗上帝的话。撒旦无能力来对抗上帝的话。各位亲爱的兄弟，若是咱嘛听到撒旦的控告，就开始感觉家己有罪，不配服侍上帝，安尼咱就是得了撒旦的即个诡计。但是呢，咱爱来看见上帝为咱有备的救恩，以福音的大能，要来拯救一切相信的人。上帝福音的大能，要来拯救一切相信的人。对着这个时期，被掠归回以色列人这个时期，对因来讲，这就是因上需要的这个信息，因为安那，这是对上帝所来的赦免甲安慰。原本因对因过去，因是感觉讲，哦，阮已经离开上帝，阮已经得罪了上帝，我无法度搁继续服侍上帝。但是这个时阵，因听到上帝对因讲，不要紧，我赦免恁的罪，互恁重新开始。互恁虽然过去恁是离开上帝，但是恁若是伫这个时阵开始，恁愿意遵行上帝的道，愿永远会当洁净恁的活命，互恁重新开始。这就是伫这个时阵，以色列人上需要爱去听到的话。第二个部分，咱要来看这个异象。这个异象毋是干那讲到上帝洁净约书亚的部分尔，佮讲到安那上帝佮有话爱对约书亚讲，就是甲伊讲上帝为虾米爱拯救伊，因为安那伊的使命还未完成，因的使命还未完成。伫第6节到第7节的经文当中讲到，耶和华的使者警戒约书亚讲。万军的耶和华安尼讲：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会当管理我的家，固守我的言语。这是上帝对约书亚所讲的话。约书亚是大祭司，所以上帝恢复伊大祭司的身份，就代表上帝爱复兴以色列，重新成做一个祭司的国度，伊的职分甲使命。所以，这个花美的衫、甲洁净的冠冕，就是代表
大祭司身上所穿的这个衫、这个圣袍，甲伊的冠冕。所以伫当中，上帝就予伊有一条路，这条路叫做“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咱若有读圣经读真济，咱就知影，伫圣经当中，特别是旧约圣经，定定出现这句话，讲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无毋对，旧约圣经定定出现这句话，但是呢，以前出现这句话的时阵，拢是安那？拢是伫以色列因国家还未灭亡的时阵，所以因安那？因上帝一直咧警戒因讲。你爱谨守，你爱遵行我的道，爱谨守我的命令。这个意思就是，你若无安尼做，你就爱未来就会遭有着审判。但是安那，伫这个时阵，是因已经国家灭亡啊，因被掠归回，因爱有重新开始的时阵，上帝搁一摆用这句话来对因讲：你若无遵行你爱遵行我的道，爱。谨守我的命令，伫这个时阵，就有一个特别的意义。以色列人已经经历过啊，以色列人已经经历过，若是无遵行上帝的道，会变做什么款情景？以色列人已经经历过啊，所以当上帝搁一摆对因讲的时阵，就是咧警戒因讲安那，恁毋通搁安那行共款的路。恁毋通阁行甲以前恁的祖先共款的路。上帝讲这个话，毋是咧恐吓因哦，毋是咧恐吓因讲，你若无安尼做，我就会阁甲你阁将恁灭亡，毋是安尼。上帝意思其实阁是，我用一个比喻来讲，上帝意思其实可能阁亲像另外一方面，伊是讲，恁正前。可能无听清楚这个游戏的规则是啥物？恁进前可能无听清楚这个游戏的规则是啥物？所以安那，所以恁犯规啊，恁受到责罚。但是不要紧，我互恁有重新一摆的机会，我阁甲恁讲一摆这个游戏的规则。但是安那，恁以后毋通阁犯规啊！恁以后毋通阁犯规啊！这才是上帝要对以色列人所讲的。上帝其实是出伫伊的痛心，伊毋望这个以色列人莫阁行以前的路啊。上帝的道是法则，是这个世界的规则，是袂当改变的，也毋是咱会当讲咱莫遵行的，免遵行的。上帝讲，只要恁会当以后会当无犯规，恁就会当重新做好我进前吩咐恁爱做的代志，也就是管理我的家，固守我的言语。上帝讲，我已经将我所创造的世界交予恁，交予我所竞选的百姓，要互恁来管理啊。咱知影，这就是上帝对这个以色列人的心内话。伊的意思其实是爱因安那，爱因明白，恁所做的一切是恁会当做到这一切，你会当重新倒转来到伫耶路撒冷，其实是出伫上帝的意思，毋是恁家己有法度会当倒转来，是出伫上帝的意思。所以恁爱完全顺坦上帝的话。我甲大家分享一个我进前伫网络当中看到的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是讲安那呢？一个律师因要伫法庭要出庭的时阵，伊伫停车场踅足久，但是安那拢找无停车位啦，拢找无停车位。这个时阵，伊就安那，伊就来向上帝祈祷，伊就祈祷讲：上帝啊，安那。亲爱的上帝，求你可怜我，求你安那帮我找一个停车位啦。你若帮我找到这个停车位吼，我以后一定安那，一定会
该薰啦、该酒啦、该女色啦，就是安那。我以后一定每一礼拜拢会去教堂来聚会啦。伊就甲上帝祈祷吼，就讲即个条件，上帝啊，你若是互我有一个停车位，我以后吼一定完全听你的话啦。但是安那，迄个时阵哦，真奇妙的哦，伫伊的头前就出现一个停车位啊！啊，伊迄个时阵，伊怎样对上帝讲呢？伊讲安那，哦，上帝啊，上帝啊，我毋免麻烦你的啦，我已经找到停车位啊啦。这个故事其实甲人讲，过去的以色列人就是亲像安尼的，伊拢是上帝予因的恩典，但是当因得到这个恩典的时阵，因就离开上帝，因就无照着因原本所下的愿来做。原本因向上帝来祈祷，上帝啊，求你拯救我，你若拯救我，阮就安那来做，阮就怎样来顺谈你。但是当上帝帮助因，当上帝予因有经历恩典的时阵，因阁离开上帝，因阁翻头倒转来行因家己的路。所以上帝知影以色列人过去有这个背逆的历史，所以当伊阁一摆来警戒因，就是爱予因爱知影恁所看见的这个异象，恁看见这个异象。为什么约书亚是穿雾灰衫？恁爱来想看卖，为什么约书亚是穿雾灰衫？为什么因后来安那？为什么后来因面对着因的国家灭亡，因受掠去到伫外邦的所在，这款的困境？上帝爱伫当中，互以色列人来思考这件代志。就是爱互因知影，恁爱倒转来找求上帝，恁爱倒转来倚靠上帝，并且上帝伫当中，阁互因有一个真特别的恩典。上帝讲，互因，我嘛爱互你会当安那，伫这徛你的人中间来往，就是伫徛你的人，就是徛伫上帝面前才会天使。伊就讲安那。我互恁有一个特别的恩典，恁会当亲像这个天使共款，定定出入我的面前，就是恁会当来到伫我的面前，见我的面。这是上帝的意思。过去人因为犯罪，甲上帝隔开啊，但是上帝伊是主动要来恢复。这个原本已经隔开的关系，互因会当定心，互以色列人会当定心来到伫上帝面前，这是真大的恩典。上帝毋是干那讲道理的上帝，亲像干那会吩咐人讲，你爱遵守这个，你爱遵行迄个，你爱做迄个。上帝毋是干那叫人爱做这个做迄个尔，上帝搁进一步。要来甲人恢复关系，因为上帝嘛是讲感情的上帝，伊渴望会当甲人来建立关系。当上帝当上帝伫这个时阵，伫这个异象当中，互撒迦利亚看见这个异象，其实就是爱对以色列人讲：恁以后，恁有这个恩典，恁会当来。倚靠我，你会当来找求我。你若无法度靠着家己做会到，不要紧，来找我，我会当来帮助你。后来第八节经文当中继续讲，上帝佫继续讲，大祭司约书亚，你甲你坐伫你面前的同伴，拢着听，因是安那做有调的，做调头的。调头这个有调，这个意思就是记号。这个记号是讲啥物呢？是记号是咧指向后壁所讲的这个大卫的苗裔。苗裔我毋知台语要安怎讲的，因为知影哦好，这是因为这是一个真特别的名词，这毋是干那讲到后代尔，这毋是干那讲
大笔的后代。伫圣经当中，若是出现即个名词，是专门咧讲到耶稣基督，就是迄位弥赛亚。若是干那讲大笔的后代，就可能大笔的后代有真侪人，但是特别甲描绘即个知影即个名词是安那？是讲到是树基甲后代甲做伙。这个苗意思是树基嘛，所以意思就是啊，这是一个特别的名词。就亲像讲，伫咱教会当中，若是咱讲传道哦，传道可能咱教会传道几啊个，咱毋敢若讲传道，咱毋知影咧讲倒一个。但是咱若是讲哦，伫教会当中上引导的传道，就敢若一个尔，对无？因为就敢若一个查甫的尔啦，所以就是安尼，这就是敢若迄一位尔。所以，这个意思就是咧讲到，这个大笔的财啊，就是咧讲到圣经当中出现这个大笔的财啊，就是敢若咧讲耶稣基督。咱一定爱知影这件代志。所以，这个调头就是咧指向耶稣基督。这个意思就是祭司，约书亚的当判同款是祭司。约书亚的当判，这个祭司是要指向耶稣基督的记号，迄位永远的大祭司，坐伫上帝正边为咱代求的迄位大祭司。上帝讲，恁着爱听；上帝讲，恁着爱听。听安那呢？听讲上帝要将这个福音的好消息，透过这个异象，要对世间人来讲。互世间人会当借着这个祭司的记号，会当找到迄位真正的救主，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上帝伫这个时阵，伊就是互以色列人开始有一个愿望，就是对大笔的后代要生出一位未来会拯救因的人，互因知影对未来开始有一个愿望，就是对大笔的后代要生出一位会拯救因的人。因的救主，因的救主，这位救主要做啥物呢？第9节当中，甲人讲到，看呐，我伫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伫一块石头顶面有7个目睭。万军的耶和华讲，我要亲自雕刻这个石头，并要伫一日之间除掉这个地的罪孽。伫这当中讲到7个目睭。这个目睭，这个目睭的意思呢，伫希伯来文有2种意思。第一个就是讲到目睭，第二个伊嘛会讲到另外一个意思叫做泉源。所以这有2个意思。所以咱因为这是伫异象当中，所以咱无法度真清楚这个伫这段经文当中，伊是咧讲倒一个意思。所以2个讲法拢有人咧讲。这个亲自雕刻呢，就是咧表达上帝主动的行动。上帝主动要来雕刻这个石头，所以咱若是用这2个意思来看，是咧讲啥呢？若是代表目睭，就是代表讲上帝要透过伊所亲自雕刻的这个7个目睭，7个目睭要用这个7个目睭来鞭策全地，互人。互看的人敢是安那？敢是真正有悔改？若是因真正有悔改，伊就会除去这个地所有的罪孽。若是这个目睭的意思是讲到泉源，安尼的意思就是上帝要亲自拍开这7个泉源，就是上帝对上帝所来救恩的泉源。这个泉源呢，这个水呢，会当洗净全地的罪孽。所以这两种解说拢有人在讲，但是无论是倒一种讲法，拢是咧讲同款的代志，就是上帝要主动要来解决人的问题，讲解决人罪的问题。伊的方法就是借着大笔的财啊，耶稣基督要来完成这个救赎，要来借着耶稣基督。要来完成这个洗净全地罪的这个救赎，这就是上帝予以色列人的愿望。后来，搁一个愿望，就是伫第10节的经文当中讲到，当迄日，恁各人会当请厝边
来坐伫葡萄树甲无花果树下面，这是万军的耶和华所讲的。坐伫即个树的下面是啥物意思呢？咱头拄仔讲，知影的意思就是安那，就是树枝，树枝甲后台放做伙，所以即个树枝就是一个小树苗啦。意思就是小树苗。伊讲即个小树苗未来会哪会长大，会成做一个大树。啊，恁就会当安那，会当踮伫即个树的下骹来生活。会当伫即个树，即个大树的裂坎荫壁之下来生活，会当伫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下面，会当得到一个新的生活，是甲恁的厝边会当和睦相听即个生活，这是一个真美好的生活。这就是上帝伫这几载经文当中，要互以色列人看见未来的愿望。恁未来，恁若遵行上帝的道，恁的愿望就是伫遮。恁若遵行上帝的道，恁会得救，恁的罪会互洗清去，并且安那，并且恁会甲恁厝边的人和睦生活，踮伫上帝耶稣基督的下面来生活。这就是上帝的救赎，上帝的拯救。毋是干那对约书亚一个人，上帝的启示也毋是干那传互撒迦利亚，上帝要传达的对象是所有的百姓，是规个国家。所以上帝救恩的福音也毋是干那针对个人尔，上帝救恩的福音是伊爱复兴的，是所有的百姓，是规个国家。约书亚所代表的毋是伊个人，是规个以色列这个国家，所有属上帝的百姓爱做伙受上帝来更新，行往祭司国度的命定当中。所以，咱就来看，伫旧约当中讲到祭司，祭司的职责是啥物呢？祭司的职责就是主持。伫旧约当中，祭司的职责就是主持献祭。替百姓来赎罪，并且代表上帝为百姓来祝福，这是旧约圣经当中所讲到祭司的职责。所以，咱简单一句话来讲，就是祭司是人甲上帝之间的一条经牛，并且呢，代表百姓要来甲上帝和好，这是祭司的职责。保罗伫新约当中，伊嘛讲过即款的话。伫哥林多后书第5章18节到20节的经文当中讲到，这一切拢是出自上帝，伊借着基督，互咱甲伊和好，并且呢，佮将人甲伊和好的积分赏赐互咱。这就是上帝伫基督内面，叫世间人甲家己和好，无将因的过犯归伫因的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咱，所以咱做基督的使者，就亲像上帝借着阮劝恁共款，阮替基督求恁甲上帝和好。保罗伫当中，伫新约当中，伊嘛讲过即款的话，这就是祭司伫新约的祭司爱做的代志。上帝已经将劝人甲伊和好的积分赏赐互咱，也就是咱每一个基督徒拢爱安那成做新约的祭司，要来代表这个土地的百姓甲上帝和好。伫这段异象当中，上帝恢复以色列人祭司的责任，就是爱伫即马呢咱所有的基督徒嘛，包括伫这个当中。爱成做基督的使者，去互人甲上帝和好。咱是祭司的国度，咱是祭司的国度，是上帝所拣选的。互咱就会当经历上帝洗净、更新、恢复，咱会当定心成做一个服侍上帝，会当叫人来甲上帝和好的这个国度。伫后礼拜，
就是咱国家的选举。伫选举当中，真侪候选人拢伫遐来挂保证，挂保证讲，若是恁投互我，若是恁选择我，我就会做会到。我所提出的这个证件，就是这个我答应恁，若是投互我，我就做会到。这是人的做法，这是人的想法。但是咱的上帝毋是安尼，咱的上帝毋是讲你选择我较做会到。上帝毋是讲你投互我较为你做。上帝毋是安尼，上帝是先为咱做，并且咱爱来追求上帝，咱爱来倚靠上帝，因为伊已经做啊，伊已经做到啊，伊的救恩已经成就啊。咱的上帝是守约的上帝，上帝听这个以色列人的百姓，并且伊捌甲因的祖先亚伯拉罕立约，爱互因的后裔成做一个大国。所以呢，就算讲以色列人最后因的国家因为离弃上帝灭亡啊，但是上帝犹原守条这个约。所以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倒转来到伫耶路撒冷继续生活，是因为伊已经甲亚伯拉罕立约，伊已经甲亚伯拉罕立约，并且伊守条这个约。所以上帝呼召以色列人做祭司的国度，这嘛是上帝甲因所立的约。上帝起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阵，伫旷野当中，甲因立约所赐的这个命令，以色列要成做一个侍奉上帝的国度。就算讲因过去因捌软弱跋倒，但是上帝的道犹原无改变，因犹原会当倒转来到伫这条道路当中，遵行上帝的道。祭司的国度是爱做啥物呢？上帝讲爱管理我的家，固守我的言语。咱看咱身边的世界，咱所踮伫这个世界当中，这就是上帝爱透过咱来复兴的所在，并且咱会当看咱边仔的兄弟姊妹，咱身边的兄弟姊妹，拢是咱祭司的同伴。那甲咱身边的兄弟姊妹讲，你是我祭司的同伴，我祭司的同伴。上帝互咱经历伊救赎的恩典，互咱袂因为咱过去犯了什么罪，就感觉讲咱不配，也是无法度侍奉上帝。上帝怜悯咱，赦免咱的罪，互咱有一个重新为伊来活的机会。直到今仔日，上帝犹原借着圣经来对咱每一个基督徒来讲话。以色列人成做咱的鉴戒，上帝的话语成做咱的道路，并且咱犹原同款会当得到这个福音，咱同款会当活出一个照着这个福音所讲的，活出一个属上帝国度的生活。这是做祭司的国度，咱有权柄也有责任，要将属上帝的国度带到咱的活命当中，带到咱的生活当中，互人看见咱是服侍上帝一群人，咱是会当为上帝福音来做见证的一群人，互祭司的国度会当以永远存留伫这个地上。彰显上帝的荣光，咱同心来祈祷。听从阮的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将阮对罪恶黑暗当中拯救出来，并且佮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除阮的罪，互阮会当重新开始有一个新的活命。互阮成做一个新造的人，互阮伫未来，阮会当有一个愿望，就是甲你三个同在。主啊，阮感谢你，借着撒加利亚所看见的异象，
互阮知影上帝你犹原听阮，亲像你过去听以色列人共款。主啊，求你来洗除阮以前可能抑阁毋捌你，所以阮听到撒旦的控告，就感觉我无法度来服侍你，才会白插话。主啊，求你来引带阮，互阮目睭会当注心伫你的心上，互阮会当知影，阮要怎样会当照着上帝你的心意，照着上帝你的教示，会当对你来行。求你引带阮，互阮成做祭司的国度，互阮有即个权柄，有即个责任，会当来带落来上帝属上帝国度的生活，互世间人因着阮来见证上帝你的荣光。阮感谢你，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感谢上帝伫当中借着伊的话语来引带阮的道路，来引带咱即时咱要当心伫主的面前来奉献，奉献嘛是咱对上帝听的即个回应。咱经历上帝恩典，经历上帝极大无比的听，互咱会当知影要怎样用咱的行动来回应上帝为咱所做的一切，互咱会当知影咱要怎样用咱所得到对上帝所得到这个金钱，互上帝来录用，要来彰显上帝的荣光。求上帝引带咱，借着咱的奉献，亲自彰显伊的荣光，互伊所要做一切的事工尽拢顺利。咱只是同齐起立，咱用诗歌来敬拜，来回应上帝的道，回应上帝的听。耶稣，我欢喜因我小主耶稣，我欢喜因我小主耶稣，哈利路亚，阿拉主，阿拉主，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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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主。我小主耶稣，我欢喜因我小主耶稣，我欢喜因我小主耶稣，哈利路亚，阿拉主，阿拉主，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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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搁一摆来唱，我欢喜，我欢喜因我小主耶稣，我欢喜因我小主耶稣，我欢喜因我小主耶稣，哈利路亚，阿拉主，阿拉主，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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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阿拉主。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祝福。愿天父上帝照着伊的慈爱恩典来引带你离开受罪恶压制的生活，透放你得到自由，并呼召你成做祭司的国度，单单来侍奉伊。愿主耶稣基督借着伊救赎的宝血。来洗净你的活命，断开所有的罪恶，互你的心意更新，成做圣洁的器具，互上帝来录用。愿世人智慧甲启示的圣灵引带你，看见伫救恩当中永远的盼望，互你的信心更加坚定，回应上帝的呼召，每一天行伫上帝真理的道路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疼痛，圣灵的感动甲引带，定定甲你三个同在，嘛甲你厝里的人三个同在，对咱直到永永远远。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咱今仔日第一堂主日崇拜就到这结束，愿上帝祝福大家平安。